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啊！咁唔知大家有冇想像過自己喺全國性嘅舞台上面展示自己嘅才能呢？咁今日咧，我哋邀請咗黎永融同學分享佢跳舞方面嘅心得。咁黎同學咧，由4歲開始咧就學習跳舞啦。佢由細到大咧參加咗唔同嘅跳舞比賽，獲得唔少嘅獎項。咁而黎同學咧喺最近嘅環球星秀網絡之星大賽中國總決賽入邊咧，更加榮獲冠軍喎。咁等我哋一齊聽下佢嘅分享。咁啊，有請黎同學。尊敬嘅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係 4D Brand 黎永融。今日好榮幸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我喺舞蹈方面嘅經歷同埋遇到嘅挫折。首先喺分享我嘅經歷之前，我想先講講點解我會中意跳舞。大概喺4歲嘅時候，我陪媽媽喺萬寧購物中心購物。當時購物中心入面成日播放背景音樂，我不自覺咁隨住音樂舞動身體。因為經過嘅舞蹈老師見到，就建議咗我去學跳舞。就咁樣，我學習跳舞至今已經有10幾年。我嘅經歷簡單啲嚟講，就係將訓練入邊嘅辛勤付出，展現喺比賽嘅舞台上面。或者有人會問，點解願意喺舞蹈上面付出咁多嘅努力？因為我熱愛並且喜歡跳舞。呢種熱愛並唔係3分鐘熱度，而係持續嘅喜愛，並樂於利用閒暇嘅時間練習。除咗熱愛，更重要嘅係堅持同埋勤奮。而同其他運動一樣，我每個禮拜都要花至少幾個鐘頭去進行訓練，力求達到預期嘅效果。正如俗話所講，只要有恒心，鐵杵磨成針。只要堅持落去，就可以達到喺比賽入面理想嘅效果。每一次比賽嘅勝利，都係每一次努力訓練嘅成果。講到我喺舞蹈路上遇到嘅挫折同埋失敗係必然嘅。例如有啲舞蹈動作，我成日想力求完美，但往往無法達到滿意嘅效果。呢個並唔會令我放棄，因為我知道自己肯定有啲地方做得唔夠好，我會更加努力去練習，直到成功為止。又例如喺比賽入邊能夠攞到理想嘅成績，當時我會感到沮喪，但事後觀看錄影再發現自己自身嘅不足，從而進行檢討同埋改進。最後，我希望可以同大家共勉。無論喺學習上，抑或喺自己熱愛嘅事情上面，都可以保持努力、堅持同埋積極向上嘅態度，為自己熱愛嘅事情奮鬥，為自己嘅夢想而戰。多謝大家。多謝黎永融同學嘅分享。咁現在有請校長上嚟頒獎俾黎永融同學。Miss John 咧都有一啲分享咧，都想同同學咧去到即係講解一下。咁啊，大家頭先都聽到啊，永融同學咧，佢講佢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發現自己好中意跳舞啦。咁啊，然之後就訂立呢一個目標啦作為自己一個奮鬥嘅一個方向。咁啊，大家會留意到，我哋除咗訂立目標之外咧，唔知大家有冇留心頭先係永融嘅一個分享內容？就係佢好多時候咧，不斷咁樣去到檢討自己跳舞嗰個表現，了解自己邊啲地方做得好可以繼續進步落去。做得唔理想嘅地方，佢就諗一啲嘅方法咧，讓自己呢一個不足咧係完善佢。咁所以咧，套翻落去我哋學習咧，其實都係一樣嘅。每個同學咧，我相信你哋心入邊咧都有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咁當你定立咗之後咧，唔單止係要朝着目標進發，喺過程之中咧，其實咧你哋都係要不斷咁樣咧去到檢討啦、反思啦，然之後咧喺周圍入邊去尋求一啲嘅協助，譬如話你嘅同學啦、你嘅老師啦、你嘅家長咧，佢哋咧都會俾到唔同嘅意見你咧，讓你呢個計劃咧係進展得更加順利嘅。咁所以喺呢一度咧，我希望各位同學咧都就嚟攞到呢一個上學期嘅成績表啦。咁攞到呢個成績表咧，首先第一樣嘢，大家雖然好關注嗰個成績，但係咧呢個成績以外咧，我哋更加重要咧，其實就係要去反思一下，究竟自己過去呢一段時間
有啲咩地方係做得好啊，比較讚賞自己。做得唔係太理想嘅地方，你就要問下自己點解我會做得唔好呢？有啲咩方法令我做得更加好呢？咁呢一啲呢，正正就係我哋喺學習嘅過程之中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過程嚟嘅。咁我相信每一個同學都有能力係比琴日嘅自己呢係做得更加優秀嘅。咁所以呢，我喺呢度呢，好希望各位同學呢，好認真去諗一諗究竟自己可以點樣令到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好嘅自己，好嘛？咁今朝呢，我分享到呢度啦，咁多謝各位同學。